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中华鹿港出名的老饼店玉珍斋。昨下晡，互一个61岁驾驶冲撞到大门。当时这个店头有未少的人客，这轿车弄入去的时阵，差一点去弄到拄啊行出到大门的游客，以及准备要来补货的店员。所有人惊一个赶紧来跳开，但是也是有一个56岁人客来弄着伤，啊，这个弄击瞬间的画面相当的惊险。两个少年人杀开玉珍斋的大门，行出去下一秒，乌色轿车弄入来，这个人客呢夹一条赶紧走。当时店内女店员摕饼要去补货，险互轿车弄着，惊一个赶紧跳开，手中的饼全咧落落到涂骹，共一个时间3、4个人客徛伫内底，伫经盘手里时，轿车弄入来，嘛有弄着火架啊，火架剪入去，一个56岁查甫人客袂付险，直接互火架弄着消失伫镜头前，加在伊敢若轻伤尔。这个61岁肇事驾驶车弄入来了后，落车落来看，本身嘛有受伤，行路拜一个，赶紧甲头家会失礼。驾驶有来道歉，他是不小心的。规个店面弄甲坏了，头家透暝去修理，才将这个弄歪去，这个门厅修理好势，玻璃倒转去，火架摆好势，饼拢换新放好了后，透早恢复营业。昨天施工到11、2点了，这几天还会陆续做一些其他的修复。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恢复营业。玉珍斋是鹿港出名的老饼店，平常时啊上门人客就真济，这摆火车弄一个害了。减做半工的生理，加上被弄坏去的大门，甲一寡盘手礼，初步的估计损失有上100万。头家讲的价，肇事驾驶套啊，到底赔偌济，讲要伫瞧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